喵喵，呢位小冬瓜咩事呢？點解呢個金算豬咁難攞噶？我差啲俾啲馬騮掟死啊！難你就唔好攞啦，再嘈就塞落去打馬騮。企野豬嗰種，哇！你呢個咩服務態度嚟噶？我要去燕子那裡投訴你啊！哎呀，呢位小冬瓜 NPC 設定的先過來的嘛，唔好咁認真好唔好啫？喵喵喵，有咩可以幫到你？想要裊裊之音嗎？想要多多的金酸豬嗎？我呢度通通都有噶，咁仲差唔多。但是喵啊，你要救我啊！我做任務嘅路上呢，俾人一夜搏暈咗啊！咩話？你加入了莫山道，俾人發現咗？嗱，一個好消息，一個壞消息，你要聽邊個先啊？咁聽好消息先啦。好消息就係你一日只會俾人搏一次，忍一忍就過去啦。呢個係好消息。咁壞消息呢？哈哈，壞消息就係你去多人世界搵人醫病呢，俾人發現你